冲平行嘅两条线。我唱孟达了，同他冲三公还是为了三公了，冲哪？好呀，老配闹连连呐！好嘞，提出扣分，扣分。为什么还有猪？这个是叫什么？阿妈，这条瓜是樱桃鸡呢，樱桃鸡的瓜。樱桃鸡瓜答错了，还需要再听一次吗？差一点点。我给他2选1耶。对啊，2选1耶。佳琪生气。罗哥，小兰姐说她想答。哦，唱歌，下一条歌哎。金光恋情。丑音。小兰姐，没有你的事，你做好了。小兰姐休息。大擂台，闹热降下來，恭喜你大家好嘛，豐富啊！來，大家好。哎呦 ，Happy New Year 啊！哎，你還中豆腐咧，看唔驚看呐？對呀，吼，哎，皮較本人應該唔講好。導演咯。對啊。中山多中啊。對啊，還個時間是過得很急啊，光陰似箭啊，真的哎，馬上做今年安尼2026年那個。冇錯，下禮拜啊，新嘅一年呢。對。Congratulations， Congratulations you， 嘿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Birthday。不是这样，不是没错。哎呦，哈，所以今年下一年呢，啊，新的一年那马年啊，马年，哎呀马，希望他个马到成功啊，哦，马上发财，马上发财，马上封侯哦。哎，你们有特别给发了，闹热金口智慧王。哎呦，所以每次说智慧王，就会邀请到这一批没有智慧的人。什么叫没有智慧？这都是我们客家界最有智慧的天才在这边啊！精英们，还有精英们啊，要陪我们度过2015年嘅亲密嘅一个礼拜了哦。哎呀，真的懂欢喜看到人家对吧哈？冇错，强用分做两吹嚟比赛。闹热吹屯，闹热吹，喺上面当空两排。哎呦，上面两排，上面两排。下杯导演就会陈皮俩吹，擂台吹。啊，两个强强有奖金。要来 battle 嘞。1万元的奖金哈。哎呦！好来，两队有没有这个队呼啊？有啊。好了，队呼来呼一下，来。来，闹热吹先来。好嘞，要站起来。1、2、3，闹热这个我来做。嘛，干嘛？闹热这个我，食狗王。唔講咩？食狗王啦，食狗王，我嚟來做王，我嚟做王。哦，此人呢，總算唔係鬧熱大擂台。對，看一下有人嚟垂跳舞，好唔好？好嘛，好嚟，沙下嚟揾擂台吹，擂台吹，隊長來哦。哎，有小孩跟孕婦的要注意一下。1、2、3，擂台。安靜哦，好安靜哦。雷本也是啊，雷本是哦，雷本身啦，雷本身，謝謝翻譯。跟比賽唔跟雷本意思，唔跟做獎金做本錢啊，對啊？因為女生開始，聽講戇嘴嘴，你咪。女生開始，人哋吹鐘啊，係創作高數上嘅詞嘛。係，好啦，一個等人嚇，講真咧，睇下只教都唔可以教嘅嚇，真係懂好教啊，教都懂好教，教都。不要每次腦子裡想什麼就質疑了，好不好？教都懂歡喜啊，嚇，對嘛嚇？係啦，馬上進行體育等人啦，嚟。哎呦！對，都踢得等嘢，鬧熱食果王，食果王，食果王，他可是懂會食果嘅，懂會食果嘅，就會關注出題。對，你出題一下來。是沒有時間來回答。
好，哦，杀落就要关注了演冲2条歌的。哎呦，开始后尾的嘛吼，高歌青头拜嘞吼。青好堂就关注冲歌的啦。哈，你青好堂要关注冲歌。哎呀，我看慢演唱。我懂演哦。对对对对。 TV 关注来隆重欢迎鼓声。好嘞，哦，让我们欢迎金曲客家天团吉娜冠泽主唱来演唱的出题来。来，先20秒的时间，请作答。 20秒来作答，请作答。呀，已经有这个题目给你们了哈。对啊。没错，来自吉娜冠的经典歌曲。哎呦，后堂哦，真的。东后堂吼。东后堂2条歌的嘛。后堂，有讲。你歌要冲嘞吧？还忙不？按好的歌，你有唔好冲？无幅度啊。 无好多吼，系啊，尽量来好看嘛。哦，你等下唱的时间。应该上个堂来唱，无上个好听。对对对。OK。因为歌的适合慢演唱就慢演唱。好。耶！好了，时间到，好，停的，坐不得下了。来，坐不得下了。嘿。好来。好，笔请放下，按永就来开始了哦。好了，我们听这个巨星哈，这位天后帮我们演唱这一首歌。对，演唱2条，一家人嘅翻奏。 临岸夜莺将莺嘅采时虫，有限世界中外航空，温暖嘅声音汹涌嘅微笑，带着艺术世界迷途，用别用跳舞观沙灯标。 重要是群彩桥遗忘。哎呦，下家草牛准备好掉上座，是阿妹飞嘅迷途。为你添一碗饭，讲你听听的事，希望你是的快乐。 有满足，你最纯嘅笑容，化作愛心灌渡少暖嘅力量，平安航空，人生高高低低。你可以唱第8度啊。有愛一家人嘅伴奏。 天表唔停，也送出為你主嘅秘傳。來係難念嘅幸福。本唱到唱動緊故鄉樣。我知道是我調子。 對呀，一條歌咁樣緊酷。很緊酷嗎？來看一下錯啊唔錯。好來，看一下，來，一一來檢視一下，來檢視過去，來。好。要北向跳虎關沙登標，群吹時主牛時群吹強一幅。哎呦，恭喜哈，厲害。來，先客家草牛準備好掉上座嘿。 阿妹飛嘅阿妹飛誒，等下，阿妹飛飛啊機，機下飛啊，係阿妹飛誒飛誒，哦，嘿，有些乖乖誒，飛一機嚇，飛嘛，阿妹機嘅咪拖唔錯。 阿妹飛嘅米托，阿妹記憶嘅米托，很香啊，香。我認過呀。好，排謝，好，所以好答錯啦哈。查一下是查東東的，記憶同飛憶查東東。對，並甜一碗飯，搶聽聽的是希望你是的。有滿足，快樂又滿足。哎呦，他對嘞。認真轉的哈，哎呀。
吃饭皇帝大哈，舌头就会快乐又满足。好哇，来，你真的是很直白的那个望文生义，直白。直白哈，哎，你追寻嘅笑容，化妝係心肝度上能嘅力量，偏愛韓國人人生。高高大大，答對嘞！不是，你剛剛唱的好像是唱，不知道在唱什麼呢？愛嗎？踢歌誒，佢唱啊，你可以歌。唱第8度啊。你是歌，唔係唱那唱牙甲表嘅歌吧？他完全沒有照我的曲在唱，他自唱，他二創。二唱啊，他對嘞，他二創，但他歌走得夠衝一拜嘛。高高低低的哈，人生本來就有高高低低。也松樹vin主嘅名傳上來嘿。上來係黏黏嘅幸福。哦耶！我選第2個聲部。你剛剛牙齒不是這樣，而且你剛剛不是這個。哦。對啊，你看耶，上來係黏黏嘅幸福。光你這個表情，我不想跟你。好嚴格。衝嚟啦，衝好嚟啦！來，對屍體。對屍體啊，鼻同肌毛通用。好，記起來。係記憶哈，唔係鼻哈。你講唔講用啊？吃肉動力會了呢，咁咁通呢，咁強濃嘢嘞，把我這首歌是用到極致。這首歌輪胎氣卡都不會衝嘞。這首歌太好了，哎呀。真的哦，但你不想學。不，你想要聽我唱。觀眾朋友，觀眾的朋友，現場的朋友，我想大家也都希望聽到你的原汁原味啊，謝謝哦，對不對謝謝啊？好不好？安子誰哦？哦，沙來金昂，他一提公數搞完了哦。豐收交換，好的啊，哎呀，提有聽到，彭陽水豐色咧，關注。歌王，綠色關注彭一軍而出一提歌誒，然後愛搞你衝3歌，開始講20秒嘅時間，20秒時間倒數開始，20秒來。這條歌應該當熟吧？對呀，必須要唱歌。顏志文老師，有啊，顏志文欣賞嘅歌誒，這經典的這首歌真的太棒。這個賴文竹一定要全對才行。時間到，好了，到了，來，有請你的關注來衝歌。音樂麻煩老師們來，跳起來，愛我別走了。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。夜裡的寂寞容易。愛走3個，對白也都聽過。愛講大猜測，衝過一山又一山。愛講你大鑼鼓，咚咚咚起咚鏘。愛講你太遠。來喲，E O E O E O。太假強啊，就衝出來。不分太細也落暖，衝到半夜冇天光。嘿哈，援手來創3個，唔衝跳來愛衝你，跳來打太慘。唔得到個愛記現。我希望顏志文先生冇看到，數看良心，看到我一一而終啊！他真的會哦咿喲，天嘅係衝過一山又一山，愛講你大鑼鼓，錯呀唔錯，鑼鼓，大鑼鼓，他對嘞，恭喜，好啦，好沙倫來，是愛講你記太險。對仗啊，然後呢咚咚咚咚搶咚搶啊，不是雞蛋也是一哦一哦一哦。對仗是這樣用的，誰說創作一定要對仗？那不就是
模拟那个拉那个是什么二胡的弦啊，你有加严志文老师的脸书吗？没，你不如私讯他以后就这样唱。我觉得很合理。哎，不过他是写一哦一，他是写一哦一。11511差那么多，插嘴，差很多，错了。好，沙雷，太假腔他衝出來，衝到熱頭。愛落傘，哎呦，錯唔錯？錯唔錯？很好聽哦，好聽啊！愛落傘哦，愛落傘，穿這個衣服又比較聰明一點。有，私下唔錯了。黑呀，愛呀，哎呀，愛落傘。阿 BQ 啦，都做對啦，那你有說嗎？有啦，做對啦，他都難得答對了。我們這節目也是有鼓勵人的時候，好不好 ？OK 啦，OK 啦。來，我們中大高材生又來了啊！好來，不分太歲呀，路嫩蔥多半夜都天公，我們唱整個蔥多天公。對啊，鬼安不會同佢唱，蔥多天公，對嗎？你看幾好誒。怎麼會多變哦？天公多半夜。係啊。天公多半夜，天公多半夜要踢球了吧？就不按球，这么按球。罗哥，你是叫他点多勾垒吗？他点多勾垒也不对啊。也不对。对啊。我知道。冲多三港某班呀。意思差不多没？意思差不多啊。不如你也问一下严志文老师，以后这首歌改一下，要不要改成这个歌词？哎，好来。哎呦哦，我们小兰来。唔冲头来爱冲米，and 就来。大菜场。哎呦，大菜场。咪同講啊，係咪蒙打同講啊？因為我你下學嘅三角菜茶是有啊。有好兩條歌嘅啊。咁係。有啊，點解都大菜茶有啊？也係流行歌曲了。我啲啊。有咩傳統啊？有咩會唱啊？係咪蒙打同講啊？係搞唔衝上歌。馬跟搞啊，我是搞啊，衝上。小蘭姐你要講翻嘅，唔係我就會衝啊！係咪蒙大哥？孟達帥哥，俺不讓你賺哦，班長還是會上喲。哎呦，班長，搞到上班牙了。班牙啊！俺不要衰唔得咯。哎呦，大字炮嘅咩？大字炮嘅，按當年來上300名。哎呦，哦，要輸就恭喜有贏3分得到3分哦！老年吹3分呢，擂台吹暫時領先哦。對，好，來，沙來進行下一題，公數有搞完咯。好，來搞完一下，來。哦，哎呦！歡迎關注小金啊，來穩坐。來穩坐冇問題啦。冇問題啦，廿條歌嘅基本冇問題啦，就查什麼？有問題嘅可能係擂台吹嘅人，尤其係 TV 創作歌手。對，他那麼新派，對嗎？他哪有新派啊？基本小東都那個傳統嘅歌結合啊。係嘛？你們有下扮演歌啊？又係講嘅頭髮盔啊？講個傳統，當傳統嘅東西啊。哎呀，係傳統嘅流行歌目，但他就敵了呀。好，來。先不記得，我們20秒時間。好嘞，給你們20秒計時開始，來。莊思遠的表演欲太強。不是你彈的啊，不要那麼假裝哦。時間到。好，比方下。來，有請你嘅關注來穩住演唱雜茶，什麼？來，老師麻煩。
不出我们所料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嘛他发紧，行到3人行，满山嘅茶条书。庸庸清粉面。哎呦，哎呦，没个厉害呢。庸庸。对呀。他就是要对60%，是。他就是有40%不想对。嗯。看面。庸庸庸的清粉面。你说的师范阿姨她行吗？行。是书行的行吗？因为整口歌词嘿，行清粉面，好像行做的吃宽啊嘛。行。别了，可以了，先休息一下。红啦，红啦，360红红啦，对，大到尾还嘞，拍摄。还有我也很茫然，哎，是红还行？还好你提醒我，对啊，红啦，是啊，对不起，红清粉米我创作人呐，我也是创作人，我有创作魂啊。对，360行嘛，对不对啊？360红，清粉米呐，嘿呐，对。老诶，好了，茶头冲阿哥神，茶叶配咪行，哎，茶黑眼行嘛，4阿妹耶，是吗？嘿呀，少女害羞的心呐，嘿呐，他对嘞，谢谢啊。下来，阿妹心肝敬上对门山嘅，阿哥心，阿哥心，哎，心吗？应该黑啊。阿哥，你大概直播有唱过一条歌吗？唔是，不是啊，他一百真的冲一下。一条暗风有冇问上啦？係啊，冇呢，哎呀，冇人點啊？冇呢，哎，對門山嘅阿哥情，阿哥哎，唔錯，對，猜大師就阿哥情咩？阿哥情嘛，好嚟猜大師啊！好嚟，哎呦，賢，樣板心情見來見唔聽，去年講到你哈，盲提琴，哦，去盲人下衝呢，好厲害呢！你為什麼會寫這個字？跟別人提琴。哦，你倆26年嘅計劃嗎？當時被給。是嗎？你結婚了嗎？幾歲而已。黑妹。現在年輕人沒有到30歲以後都早算。什麼？現在年輕人沒有結婚的吧？應該是。黑娜。對。他對了呢，而且他盲人下衝嘞。厲害啊！我這個很厲害呢，我下都我有讀書啊。我有讀書啊。研究所嗎？哎呦。哎呀，厲害！董立輝，盲我也會寫。講緊莫拼緊，用個傘啊！用個傘啊！他對嘞。哎呀，恭喜啊！按用喺幾多分？1分、2分、3分。3分。在衝紅的嗎？紅清粉面。哎，他真的繞回來啊！他不能表情誇張了。謝謝文主啊，多謝。金好 happy，恭喜高分。我唱孟達來同他衝三公還是為了三個了，衝好呀！我配老練練呐。4分，好了，你已經提貴名了，知道嗎？哎呀，4分代表一個尊敬。你本性性的。哎呀。哎，好了，哎呀，時間關注了嘞，關下屁，起屁，我演衝平行。兩行線，下來就愛先搶，太極講20秒的時間來飛他嘍，來倒數開始。好的，20秒。哎呀，小蘭呀我喲，平行線呢？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他真的那麼厲害。哎呦，對我們他的題庫很多。製作人夫人。哎媽，題庫很多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搶，請放。好了，好，放筆哦，音樂請下，好，來，不要彈錯了，掌中音哦。先啊。
暗在心中。虽然有万年千年，自问自敢黑撇来有呀，心狠了，心碎了，爱深空无将无终，曾经的求梦曾经，自留遗憾，通通的心。爱容易将平衡改两条线，爱颠倒来年爱恋成烟。阮思念，心黑点，黑不黑前世注定一生无言。爱容易将平衡改两条线，只存转身已高改最后一面。日给天，日给天，永远前世情，今生无言。来，哎呦，自问自后，敢黑骗来无，来无恙，别来无恙，别来无别恙。来无恙。哎，他对的呢。为什么你会？你有吗？孟达跟你讲了是不是被泄题了？啊？口水啦，没有吃到口水吃到口水还是你吃到尤少奇的口水？对啊。哦。哎，李小兰姐会冲2条狗呢，她对耶，而且还是别来无恙4个字，等一没简单下，哦。我们答案看完以后，我们从头让小孩冲100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来，撒下来，来撒下来。自留遗恨，遗婚哈，遗恨遗恨，离婚。通通的心，通通的心。很痛啊！人家跳过，唔是唱歌。冇冲过吗？哎，你的散步叫很经典的呢，你记得是痛痛的心吗？因为真的很痛。你现在又不太确定，你越唱越小声，你可不可以有自信一点？痛痛的心，你说他越来越没有自信。通通的心，还有另外一个成语的形容词。通车的心，哎，通车心，中大的，不会是通这个车心肺吧？读书人，通车心扉。他好像回光返照，对啊突然都想到了。哎，对耶。那你这样误导之后还能回到原点呢？对，你够你想说，所以不对。不对，通通的心不是成语。爱等到那一张杯，练神眼啊，练神哎，你眼，跟改个眼真的，真的跟他很合，对不对？嘿嘿。有点像你画那个猪鼻子。我没想到我会有这么一天。我也没想到你常会讲出一些很可怕的答案。哦，真的吗？读书人哦，这对的吧？算对哈。的心。哎，他对嘞，练神眼。好来。好，沙伦来问做，黑唔黑前诗主听？今生无，哎呦，我讲喏，今生无言。哎，黑讲抽给发就你不抽嘞，因为有人是跟你一怎么样呢？对呀。今生无言昨呢。天跟对啊，抽啊。你现在唔抽题的冇？啊，你抽啊？怎么有？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言。他对嘞。今生无言，听嘛哈。注定无言，你跟答对好。不是漂航线吗？漂航线啊。冲啊，所以今生无言啊。但是你要看前一句啊。我跟你今生无缘了啦。对啊，我们用眼前无缘的啦事情，我们要怎么圆前世情？所以呢，今生的缘。好苦哦。今生嘅缘。哦，冇冲过啊，你不是逻辑王吗？
好啦，那就错啦。按用猪1组、2组、3组，答对嘞！哎呦，我们刚刚有承诺说要给小兰从头唱一次，哎嘛。对，唱歪歪了了。毛毛，你从 B 段开始好不好？唔怕啦。爱老你，从平行给两条线。爱电多奈你将我成员。我唱孟达了，同他从南讲还是为了三个六唱好呀，我陪老年年呐。好嘞，提出扣分。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得罪老板娘。哎，小刚老师都跌倒了，你看，哇。辛苦了。那帮小 K 老师换一张大一点的椅子好不好？坐不下。那个椅子不稳，好吧？对啊。好了，谢谢佩仪，谢谢安吉飞。公数高分。好的，那还一题来。哎呀，莫言给你。罗哥亲戚粉跟心意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对呀。他答题虽然不行，但是他做关主应该没问题。唱歌还行啦，唱歌还行啦，有你个人的特色。对呀，有我的歌路，有你的味道。要上不一定上，要下也不一定下。哦，要上我就上，不是。什么？你就先让路，对不对 ？Lady first。对，是沙落迄新儿演唱的两条歌，迄改编茶舞台，这个20秒的时间倒数开始，20秒来。好了，心雨这首歌 OK 了哈。可以。可以了哈。你知道红字不能唱吧？我知道。我只是提醒一下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笔放下。来，好来，音乐请起。演唱改编茶。好来。风风的发心就重要的热情，拍摄的花呀，代表爱的声音，季风代表童话的新本音，希望稳定，爱的旅行。耶，梁思菲他对。点错做当嘅蜡烛，奇妙嘅火光，讓人找到愛有青春。入到紅嘅主門，就像小一首人生歌，歡歡喜喜到難為錯。前頭已經冇乜嘅意義，重要嘅係做啲時間嘅嘅用餐，用生意。哎呀，該用茶的吃。你還是適合唱這種歌，對呀，那種什麼就是那種甜甜的歌就好了。對呀，什麼老，下次不要再假會了。什麼傳統歌改新版什麼，哎呦，那真的是亂來。真的是，而且又讓我們時間，我們羅哥等去。也當來了都冷。來 TV， 哎，永思菲要是答錯，那不就怎麼可能？這首歌你在節目上都唱過幾次了？你這樣講呀？那提100重黑lau徐老師強下從母親節哦，對，阿梅姐的很多年前，董年前，衝過董拜了。一條歌你吃就差不多從5邊以上。
有哦，加外场表演的话是10次。哇，外场哪一穿錢就出嚟啦。好來，看你穿嘛來。希望本地。愛嘅女性。女性。哎呀，愛嘅女性，愛嘅女性。那個要轉音也不容易，你轉一下來。來，再唱一次。愛嘅女性。哇，輕輕的哎。愛嘅。呢男，呢男。愛嘅女性。愛嘅女性。很厲害。哎呦，他對嘞，李永詩 B 他對嘞，哦，殺了。啊？天用嘅火光，讓你走到，讓你走到暗用清楚，暗用清楚。有一丝的不露。你這樣唱好像那個鹿港小鎮。暗用清楚。你鬧也還好，鬧也還好來講，鬧也還好。答對嘞！恭喜恭喜，好嘞。沙倫歡歡喜喜到，愛唔會錯。哎，真是像黑暗用的歌詞啊！愛唔會錯，不會錯。哎，他的眉毛比他的那個轉音還轉。那你再轉一次。愛唔會錯。錯。嘿，歡歡喜喜到，恩良沙蟲，恩良沙蟲。兩沙蟲啦，免眼。眼唔會衝。好來，沙下來，來。沙來，甜甜嘅情。Love love give me。辣嘅面。為什麼甜不辣嗎？每次都因為甜不辣，你這樣聯想。我覺得要這樣子唱。真的哦，甜黑老腹胸辣嗎？它的相反詞。感情要火辣辣的。你是說四位老師不火辣是嗎？他看起來外表小辣椒，小辣椒，他有個性，裡面是澎湃的。我跟你講，他是獅子座啊。是，你講一下辣嘅咪，你就講佢吧。love love give me。辣啊。是嗎？辣啊。辣嘅咪。辣嘅咪。黑馬該真口味。夫給咪。夫給咪。好像日本人的名字啊。夫比桑。哎，錯了。拉米桑也不對哦，是夫給咪。夫給咪。好，來。好了，換你。沙來親密，錯多時間嘅街병茶。U N 兩三二。啊，答對嘞！恭喜答對啊！ 1、2、3，哎，擂台區得到3分。哎呦，恭喜擂台區啊！哎，得到3分。哎，是孟心怡。那你要不要再唱？好啊，好，真的啊，好，那再唱一首哈。那你再等一下了，好，等到下一集，明年2027年，OK。4號嚟公數高班金行海婷。好嘞。哎呦哦，勇士 B。好了，謝謝。你已經提過名了，知道沒？哦，對啊。跟有沒有講佢許賢賢呢？啊，龍，因為他畢竟還是姓龍啊。哦，是吧？是哈。是啊。對啊，是姓龍沒錯。對啊。哎呀，龍師飛代表一個尊敬。你本姓龍啊？對啊。對啊。姓龍的人很少。这对啊，但我們家的很多。哎。他認識很多姓龍。對，我認識很多姓龍的。給他親戚全部姓龍。對，超多，背部很多。我以前其實也沒有認識什麼姓羅的。羅的哦。姓龍。嗯。龍姓龍怎麼了？所以恐龍偶像也姓龍。姓孔。哦，姓孔。有什麼事？四維羅先生。你忘了嗎？我如果另一半姓孔，我就要冠夫姓。哦，恐龍先生。恐龍軒軒。哎呦，2026年恐龍偶像，哎。好來，拜託姓孔的來哈。哎，來這裡。孔子的後代也可以啊，我們也是恐龍，對不對？哈。啊，3號嘞，Andy 梁先生，我演唱2條歌，係 Superman，本台這個20秒嘅時間給他，不要這麼有自信。計時20秒，哎，對啊，他這首歌澤偉的啊。對啊。澤
哲伟是他的恩师哎。 难讲，对我觉得黄心宇很难讲。真的吗？黄心宇，他有时候会总是让我跌破大家的眼镜。瞠目结舌，对不对？是张口结舌，那叫张口结舌。张口结舌哦，瞠目结舌什么？是张目瞠舌。张目瞠舌。时间到，好来，向贤贤演冲 Superman， 老师有请。麻烦你们。 年春年老有一天，我爱你改心比草不易又加一点，也背唔过，也走唔远，出港一行的比爱看得前。哎呀，干嘛学人家声音啊？有一年，我爱你改心比去年又加一点，也背唔过，也走唔远，出港一步步爱情行得头前。 好，现在大家都用这种声音。虽然也行爱目前有路线，不说爱等于不一定你的身边。爱做你的 Superman， 在你心中该太明显。小兰，虽然两百个事情没得选，也没会等于不一定你的身边。会说爱理解。 叶片甜，哇！我以为包青天来了，叶片甜。前面这么可爱，哪里还为了包青天？哎，前面两个男的，我真拳头硬哎。是啊，这么可爱。人家前面是软的，你后面干嘛变那么硬呢？对啊，对嘛？哎，吃一半。 一片甜，一片甜。小兰姐，你可以唱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吗？武则天哦。我知道了，请制作人出来，在他面前，然后他就讲，我们制作人不露脸呢。哦是哦。对呀。我可以码掉他。来。好来。嘿。 我比唔过，没走唔远，就叫你行到比爱较贴切。为什么要比？那个 B 为什么要破音？ key 太高了啦，他 key 太高。对呀 ，key 太高了。你问题哦。比，不然怎么唱？比爱较贴切。我还好吧。 我还好啊，我本来就是这种共鸣要上去，是啊，头腔，头腔共鸣啊。对，他对嘞。哎，通用机，我比唔过，没走唔远，就等于夫妇。我一听行得头前。你要不要看看自己？有等一下吗？啊，有等一下吗？你要不要弄一下就好嘞？对呀。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觉得舒服。你回去如果讲娃娃音，你老公会怎么样？打你啊！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嘛。对，不打我，会打你。好，他对嘞。爱做你的 Superman， 在你心中嘅太過神，太過神。 要不要翘小指？呀！是太狗神吗？太明显啊！一次就你欣賞咩歌神嘿？我想講應該係歌神。他涉及很多領域。對啊，他話你就是兩神，對嘛？什麼黑啦黑啦？你還在凹我？他就是兩神，楊公子就下來兩神，不要一副了然於心的樣子，就是錯。唔錯啊！好來錯，好來，好殺了。雖然我倆還目前有路線，沒想愛等你。你嘅身邊，我唱不出來。你嘅身邊，你嘅身邊。他還算有點羞恥心。這邊很有羞恥心，我嗎？不好說。那你用包青天的方式來。你嘅身邊。你用小蘭姐像。這樣比較像。他對嘞。好嘞，恭喜恭喜！好來，上下來啊！哎，我係你嘅小蘭姐姐，我要等你，必定你嘅身邊，
碧春安里给一片天。有啦有啦，很冷啊。是啊，很冷啊，你俩懂我呢？小兰妹妹，你可不可以用那娃娃音那样子，那个刚刚笑的那个糖豆跟梦的啊，各种嗓音的一片天。有，他是银葱包春天哎，对，哦，厉害哦，用就一题，那这样2个、3个、4個就太過神，唔錯聽聽啊，4分，恭喜，林吹得到4分，用分數統計出來咧，林吹10分，雷台吹10分，哎呦，2分，好來，2分做金行嗨的單元啊，10點分了，好了，來金行嗨的單元來。为什么还要哭？这个字叫什么？小一里球，小，我喜欢。阿媽，這條歌是你頭家呢？你頭家你唔知啊？你頭家歌。哎呦，一個單元都你寵物嘅小朋友了，好了，你在唱什么？唱什么？你在唱什么？什么都觉得，原来你是我的朱大哥，朱大哥，我跟你讲哈，今仔日哈，咱节目嘛邀請到一位哈，迄個地位甲朱大哥同款的，同款嗎？不過也個啲哈，好，也個啲哈，我們的關主，要安怎算呢？就是他要戴耳機來出題，叫出題，要給你們猜，哦，本日的團量誒，哈，所以基本上團買狗誒，團買狗，你都會買狗誒，就做得窮他嘞，好不好？這位大家熟悉的我們的桌子跟棒子又出來了，是，好，知道的話就搶答，怎麼搶答？哎，好，這位特別來賓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對，我們大家起立來。來，等一下出來要致敬，好不好？我們有隆重一點的音樂嗎？有嗎？來，我們邀請我們今天這位設計一段音樂，好不好？全國最有名的這位長輩，是不是？目前不管大人小孩，大家都非常喜歡的一位，阿嬤級的人物，沒錯。好，來歡迎這一位李賀阿嬤。扮着窈窕的模樣，陪人客搖來搖去，紅紅的霓虹燈，閃閃閃閃，因我心上邊。啥人會當了解，做母女的悲哀。流着目屎，也是結甲笑嗨嗨。跳舞，腳步若是簡單，不管伊是啥人，甲伊當作美夢。謝謝啊，謝謝。哦，羅老師羅主持人。一出來就唱母乳，這個是他的準備做母乳，以原本的工作啦，原本的工作啦，對啦，以原本的工作就是母乳出世的。你像你今日打扮安尼，你有看？哎呦，今仔跟他媽媽上呢，媽媽上呢，哎，真的有像日式酒吧的媽媽上，就有呢哈。你較早的頭路是真正做母乳？無啦，我假死咧。你做頭家牛啦，一看就頭家牛，家庭主婦啦。哦，你家庭主婦啊？哦，哎，阿嬤其實哦，你看我們熒幕上看到她呢，跟我臭乾辣椒，其實沒有，她本身私底下是對，很客氣，很溫柔，溫柔我們說就好，阿嬤怎麼自己說？阿嬤可愛。
对啊，阿妈，你自己有没有想到说你活到这个年纪还会红起来呀？呢？对啊。哎，他们都无法掩饰开心。我是感觉我出来生生的呢。对啊，是当初就恐龙偶像给你诱出来。哎啦，你那是该是。我甲错一摆以后，足介意我。哎呦，你是安那该错？哎呦，教我错，我甲错啊。哦，啊叫你安尼做啊？你是什么渊源该熟悉？诶，嘛是朋友牵来。朋友牵来。诶，头一摆。我会使牵到你。诶。伊是讲我会适合恐龙就对啦。哦，熟悉就对啦，影片呐。哎啦，啊恐龙的偶像是包山，那个他的影片包山包海的。阿嬷真正天不怕地不怕，连郭台铭伊都敢开错啊！你是啊，哎呀，该冰岛你看。我们曾经的守护都冰岛。是。阿嬷今天来到客家电视台。对，谢谢。我们名主持人罗时丰在这边。愈来愈引导。来这客家电视台不是只会按字写神蒙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教你一些客家话，安尼好吗？好啊，做对吗？做对吗？我试试看啊，来。试试看。试看买哈。麻糍你捌食过无？麻侬那糍粑。糍粑。哎呀，你一样呢。啊，恐龙教你的是吗？啊，听人讲啊。他有客家人的朋友啊。哦，嫩的麻糍就圆圆的糍粑。圆圆的糍粑。哦，软软的糍粑。圆糍粑。啊，来，我教你长一点，好不好？生圆圆的糍粑，笨圆圆的糍粑，港度，好嘞。啊，这么这长？较短一点。我一句来。一句啦。生圆圆的糍粑。生牛牛的糍粑。笨圆圆的糍粑，港度。笨牛牛的糍粑干哟。哎呦，阿嬷可能有些音发不出来啊。对，不是客家人。他是火肉郎啊。对啊，哦，不过厉害啦，嘿啦，很少听啊，很少听啊。对。啊，但要麻烦你出题啦。对，你要唱歌哈，戴着耳机里面听到什么你就唱出。啊，唱出来啊，给他们猜。嘿，安尼好吗？啊，唱的不标准哦。哦，最好不标准。差不多像你那个圆圆的糍粑，好不好？好，越不标准越好。不要让他们这么随便就得分，我们这里有给钱的，不能这么随便。好不好？给他困难。阿嬷也在了哈。好来，那就请阿嬷开始出题喽。来，阿嬷来，我们请我们罗时丰帮你戴上。这样会不会把你？哎呦，这个他好急哦，阿嬷很急哦。阿嬷这样会不会把你这个头发压坏掉？阿嬷，你安尼听有无？今晚你听有无？有声无？有听到你的声，听到你的声。糖豆哈，糖豆哈。好，安勇准备好了哈。好嘞。来，那就请放音乐哦。好来，第一首。阿嬷来唱哦。快歌哦。哎，行二狗诶。啊，感觉好像唱什么歌？哎呦，阿嬷在哼旋律。开起来，你都不是在唱哦。好，来，音乐请听，好来。然后音乐出一场比他。一起。小鸟说早早早。太高了跳舞，太高了跳舞，太高了跳舞吗？黑俩跳歌哎。太高了跳舞。你算太高了，哎，什么歌名啊？太高了跳舞吗？太高了跳舞啊！李伟伦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高了跳舞，太高了跳舞。有一张乐队，他对。好厉害哦！哎，看好了，唱两条歌哎哦。好来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了，唱一条，好了。里数看数，做朋友，摇摇数，听听数，生活有意义。跑跑数，心欢喜来跳舞。Baby baby baby baby， 1、2、3、4、5。Baby baby baby baby， 1、2、3、4、5。Baby baby baby baby， 跳舞。Baby baby baby baby， 健跑上跳舞。一风一风真了，太高来跳舞。数看数，哎嘿，好朋友。哇！这安尼有看你就知影。哦，你就知影，哎呀，因为他们答对
会的。对对。阿妈你唱歌就好的呢。我两唱。哦，所以有看你音有准啊，音哼出来就对了。因为人家音懂准呢。阿妈你的音很准。一睡就有掉呢。哎，有掉。他们太聪明了啦。太聪明了。你唱得好，你唱得好。但是接下来这歌如果不红，大家不一定猜得出来。对。好嘞，第二条哦，来哟。第二条歌来哦，好了各位。阿妈唱嘞。花歌烧香，抢答，哎，干嘛？到底是怎样？现在是恐龙浪梨吗？对啊，来稳住。好，花歌烧香芭蕾，太简单的啦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阿妈这条歌你捌听无？捌听。啊，你会晓唱这像唱的，你知我唔知，你唱的款哦。我唱的是吧？是你唱的。你听到迄声是我的无？对，刚才你的声。刚才我的声。哎呦，答对了，你芭蕾哦。係啊。是啊。你以後若拄到恐龍的時陣，你就該芭蕾。我係黑講哦，是咧頭家呢，頭家呢，我是頭家呢。好啊，哎呦，就叫伊那年吹有地份，他對咧，叫我來唱兩條芭蕾。講攏袂聽，花甲燒聲，花甲燒聲，樓頂樓卡，樓頂樓卡，看戲跳卡，互人吃贏，互人會大，做甲老大，上甲老大，想要看破，嘛無較絕，全你的夢，全你的夢。你個無大無細，無大無細，白目比咧烏白講話，你個無大無細，想過超過等一個，我就甲你芭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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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你芭蕾。阿媽，你哪樣這條唱呢？就讚了，好聽啊，這條啊。阿媽，我覺得這首歌很適合你的主題曲，是不是？可以給阿媽用啊，是嗎？以後我授權攏互你。你有看到迄個恐龍偶像嘅咖喱芭蕾，係啊，咖喱芭蕾，嘿，這條版權我的啦，哈，我授權互你，好不好？唔好唔好，他還有熒幕形象問題，對，哎，沒有恐龍時代哈沒人有，是他老闆不行，哎，給他調高哦，對，阿媽嘛是跳哦，對跳，嘿，識時務為俊傑。哎呦，恭喜腦演出有地分，謝謝，你們去加油一下哈。好嘞，好，三來進行第三題，係行二個誒。下一首歌，阿媽下一首歌啦，有請。有點大聲，我都聽得到。可以。我聽得到音樂。我在說你，漢語歌誒，有點像演卡，是不是？我們日本、韓國的。其實阿媽有唱到一些重點，旋律，旋律嘅部分。勇敢山呐，對不對？我勇敢山。腦演出要拿嚟唱一下，思考一下，來寬電咯。愛一件事情，愛一件事情，因為有唱過勇敢山，哦愛。你講你糖豆嗎？不是，來講糖豆嗎？來講勇敢山，哦愛。一件事情，可以一樣有吞出來。從勇敢山，終於帶上你的腦袋了，鍾大生。對好厲害，好厲害。你剛剛本來也要猜這首嗎？沒有，吞出來。我剛只是覺得阿媽你嘅兩斤誒。哎，唔過阿媽，我剛才兩斤我丟啊。哎，你唱迄句很標準。勇敢山，怎麼那麼厲害？勇敢山了，勇敢山了，咖喱芭蕾哦。哎，因為這個勇敢山唱很多遍吶。對，好了。哎呦，就唱下來，唱兩條歌。哎呀，原汁原味，來聽一下，來了哈。喲，哎呀，件事情來。
凶恶残酷，苦痛的夜，一件事情都在黑暗不见。我爱用一首哈伊，我用嘎萨，我爱用一首哈伊，我用嘎萨，有用爱吧。 不甘示弱，他也想跟着唱嘞。哎，阿妈你就搞的呢，爱学啦，有歌，啊，有歌，爱学，爱学哈。对啊，对啊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对不对？你想不到，你看这个年纪还可以红哎，这。哎，而且阿妈现在唱到目前为止，大家都猜得出来，他是要团得出来嘞。所以已经3首了，对啊，3条了，对啊。沙雷俩一条应该喊他后团。哦，沙哈雷一条。两条迄法语歌的哦。哦，法语的哦，好来。音乐请下。来，这条你一定会要。 你一定应该会晓。哎呀，阿妈还有，你知道吗 ？Grooving。轻轻吹，风会我那一天就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像爱这件事情？你小小啊，你小小的，哦，如果你想到这样什么东西小小的？如果你都想，法语哦，你喜欢，我喜欢，我们小名叫喜欢。 为什么还要哭？有这个字叫什么？他小小一里球，小，我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哎，这首是不是这首歌不红啊？太冷门了，不至于吧？我是一只小小鸟。哎，哎呦，抢答，抢答，吃宽啦！可是他没有我喜欢啊。好来，哦，你先吃宽点，吃宽点。喜欢小小鸟。 小没关系。一只小小鸟。来，不用再他安，二比他们安。我是一只小小鸟。我是一只小小鸟。OK， 好。那就不对，你错。答错，好。哎，那边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答案？另外一个答案有吗？我喜欢你小小。这是你的歌吗？还没发表的是吗？你可以帮美玲特别写这首歌。 我喜欢你小小，他喜欢我小小，没有这首歌好不好？唔错，唔错。哎，阿妈，这条歌是你头家呢，你头家你唔知啊？你头家歌，你头家歌你唔捌听过？拖啦，嘿啦，你现在要喵嘎啥啦？对啊，嘎啥啊？你不要装。你等下你头家歌你个心脏我冻袂掉哦。哎呀，头一摆听啦。啊，你头一摆听？头一摆听。啊，你哪知影偷？哎呀，有拍一支片啊，拍一支片。啊，伊你拍我都无斟酌开咯，无斟酌在听。伊唔是唱偷偷喜欢，小小的。他刚刚都唱。 我喜欢小小的，你没有唱偷偷，底下冲出来就敌了哦。好了，那这一题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对啊，我跳过，用哈来冲2条歌诶。哦，还要冲，好了，偷来一起唱这首歌来。我就在你身边守候，害怕时候紧紧把我一起走过。 牵着你的手，你的星空，偷偷喜欢你害羞时的侧脸，偷偷喜欢你开心时的笑脸，用心记住所有你的每个瞬间，我会偷偷的想念，那是你的一切，偷偷喜欢你。 孩子气的鬼脸，偷偷喜欢你看着我的双眼，细细拍下所有属于你的每个画面，我会偷偷的怀念
阿妈，阿妈，我从头听到尾，我没有听到小鸟这个东西。我有讲鸟啊啦。有啦，你刚有唱到。刚刚有唱，我喜欢小小，小小啦。哎，里面有小小吗？哎，好像。但是他很多偷偷你都没有唱，嘿，他故意的，不想让大家那么容易猜出来。对。因为他只要唱出偷偷，你们就知道。阿嬷有心机哦，对。众星护主哦。好了，那下一首，下一题，嘿，行二哥诶，来，请放音乐给阿嬷哦。哇，阿嬷来唱。哦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行二哥诶哦。客家人容易不知道怎么办。可以抢答了好吗？猜不出来。Dimo。饮茶。你为什么要让他？好来，抢答。唱比他，吕头吹。马该。是讲吗？讲，哇，你诱敌成功哎！真的啊，乱讲而已说。是啊，他还叫你，有人就乱相信了。哎，讲，你是故意然后你就去拿，让他被答错，然后换我们才会猜对。哎，好，那讲，对错吗？恭喜答错了啊！诱敌成功。答错。来，啊，你这边有答案吗？知道是什么吗？听不出来啊。听不出来，好了，那再来一次，来。这首歌跟你们这一组关系很大。哦，有人唱过。有俩旋律又出来哦，可以抢啊！抢得好慢。抢啊！吕德吹，会拿嘛？哎，好，马该，吕德吹唱比他。硬刚练琴，你在干嘛？硬刚练琴。对。小兰姐有答案。吕德吹硬刚练琴吗？硬刚练琴。答错。对，吃下公仆。哎，你们这一组有人唱过了。两组3场冲高呢。我知道，真的听不出来。其实给阿嬷给调下给旋律有冲出来。有吗？有唱出来。他有唱出一点点。真的听不出来。嘻嘻嘞，白日场了嘿。然后他就被那个中大的误导了，到别的地方去。好，来，我们一共来唱一条歌。共来唱《公八婆》。来。公八婆，永远感情好，咿咿呀呀都穷。文竹你背他。隆一大龙。出现给文化，两个可爱来做伴，互相鼓励，互有一生公八婆。好，哎呦，两个俩又表演起来嘞，完全弹不出来。哎，讲真的，还没弹不出来。哎，又弹出来一些些嘞。你有弹出来啊？因为阿嬷刚刚真的有唱出一些些的旋律给部分。哎，阿嬷懂腔哦。好了。你好，阿嬷，各出一题，来啊，来啊，你来呀，10题嘛，不要紧，对不？哎呦，客语歌啦，客语歌啦，来一题，行二歌诶，行二歌来，阿嬷请出题来。杂菜啊。三年莫再做了了，三年用了你高用你哦。很厉害嘞，很强哦。抢答，抢他啦，赖文竹，赖文竹 ，Hello，对啊，
來，擂台吹，肉山歌雜茶，雜茶，肉山歌，肉山歌，來換做。係啊，但係擂台吹唔講肉山歌係嘛？係啊，係。安多肉山歌，恭喜他，對嘞。賴文祖，你坐在那邊講肉山歌。對啊，就係肉山歌啊。你有冇搶？你是今天是觀眾啊？那感覺像肉山歌那一條啊。剛剛阿媽一開始要雜茶就出來了。雜用三皮啊，點樣衝三年？有冇三年啊都彈得出來嘞？係啊，厲害。對。那這個要特別請賴文祖來唱了，是不是？來，賴文祖來。來，有唱人哋老腔，小腔不是老腔，好想聽黃心宇唱老腔。來，心宇唱會比較好。羅哥腔下帶太起來了。心宇來，我們一起來唱，來快點。行，兩兩幾簡單啦。雜茶，愛雜兩三皮啊。你還合音呢？三皮嘞。說人家黃牛。莫扎落了你哦。等下，罗哥，他剛剛說你們很荒謬。荒謬。我們金曲歌王說你們很荒謬。那你唱一次。你唱一次。小江老師麻煩再一次。小江老師難 key 啊。他說他們很荒謬。我是慌亂。來，請來。你就唱吳勝志老師那個版本。我不會。來，吃快樂嘛。雜茶，愛雜。六三皮呢？我覺得他更荒謬。說他們荒謬。對啊。你們好啊。真的是。哦，我們謝謝你阿媽。哎呦，阿媽，謝謝你。謝謝。哇，來這。冇。頭張來是抖幾倍？我給你。安尼就是啊。自信就是一種美。是。哦，謝謝主持人。係啊，阿媽多謝你呢，甲咱鬥相共安尼。哇，即馬紅間呢無臭無小，無臭無小朋友安尼哦，真的。即馬較少拍。較少拍，即馬較少啊，較少啊，誒，生活快樂就好啊，啊，身體健康最上重要。啊，有閒過來耍，好不好？啊，大生啊，生安尼歡喜，歡迎你。快樂也是一天，對啊，對不對？難過也是一天，那我們為什麼不快樂一點呢？要快樂啊，大家都愛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我們一起謝謝阿媽，謝謝。下一個阿媽。還有下一個關主啊，來喲！我在山區以前，靠天黑兩條歌誒。好來，主榜員，有沒有逃出來？排隊誒！很厲害，恭喜！哎呀！我養你嘅海邊，走了一個阿媽，來了一個阿媽，來，你嘅小蘭姐，小蘭姐總算派上用場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她很有用，你怎麼這樣說？對。我們羅哥要為你戴上耳機，你的應用版告哈，還記得哈？好了，好了，自己戴。你應用版告啦哈，糖豆媽應用就衝出來了哈，阿勇就開始出題咯。阿媽用啊，你好阿媽阿勇哈。好，來。阿勇就來進行題係行兒歌嘅長篇音樂。安勇哎，在你家裡的阿達中的呀，我在山區以前，靠天黑兩條歌誒。這感覺像是意大利歌劇誒，好跳嗎？來。要不要錄起來？我隨便亂。我的媽呀！好勁樣啊！好來，主榜員。Come on you 是嗎？啊 ？Come on you。
Count on you。我真的要跟你跪了。你讲 Count on you， 是谁的歌？吉娜姐的。吉娜姐的歌。刚来 Count on you 吗？对吧？对吧？有没有答案出来？答对了，很厉害嘞！恭喜恭喜，答对答对！哎呦，我被摸到，天哪！哎呦，你这么敏感啊？他的手已经伸超过来嘞，他一直所以你的敏感带在后面是吧？后敏感带很多，他一直画圆呢，他一直画圆呢，然后姐，对啊，我想说，而且还有冲过，感觉哎，有两一团嘛。猛冲，他对了，恭喜南岳区得到一分。哎呦，厉害！我冲下跳过来了。对，冇办法冲他，先拿自己冲了呀。好来 ，Come on you，Come on you 哈。 Call on you， 就会很有来电意。Call on you， 我经过一个时间，行一不两步，行的路也轻，很远的路让你重复走盘。Oh baby call on you，Call on you， 你很爱一生给盼。哎呦，这可能是行走的 CD， 真的是好厉害。小兰姐才厉害啊！我跳花唠到我都 level up 了。对啊，那唠到意大利的歌剧哎，各种嗓音都出来了。害你敏感到想要赶快回去找罐子，对不对？他醒来了，我去，那给马皮都去了，给马皮都红手，好容易。为什么罐子都没有这样摸我？真的，懂救我嘞啊！我点头呀。好嘞。啊，用恭喜南岳区得到一分啦吼，三个金行汉一体黑好乐狗诶。好乐狗来。爱情的对待，知道了。来，擂台吹，唱皮蛋。好，来停下来，好来，音乐请停啊。来，对，擂台吹，黑马该狗。对，好乐狗，好乐狗诶。对，你说。爱情的修，你不要叫他念啦。啊？你可不可以让骂啥？屁。爱情你比我想的更较伟大。爱情你比我想的更较伟大。哎呦，哎，骂啥来狗诶？好棒啊！茄子蛋了，茄子蛋。哎，恭喜他对了，恭喜了，冲2条歌诶。好，爱情你比我想的更较伟大，来。是我的未来，你讲你会了解。虽然讲再理解，但我心爱你，爱你爱到白头白。我们唱快了，对不对？爱你爱到白头白。通知一下，牙得留一样哎。好了，哎，这题谁答对？擂台吹啊！我要恭喜。跳啊能，哎，哦。好来，杀下了一条，来。杀下来条歌是行二歌。行二歌来。不要想要过来偷听哦，你们这些。抢答！什么？拜拜讲谁吗？蛤蟆老师的。马该。拜拜。讲哎什么来着？5秒喏，马该。拜拜。拜拜讲谁妹？拜拜讲谁妹？拜拜讲谁妹吗？是吗？他是拜拜讲谁妹应该？拜拜讲谁妹？拜拜讲谁妹？哎，来吃蛤蟆老师。有声气势，恭喜你的吹，恭喜答对！好，他个唱下来唱一条歌哈。拜拜，讲谁妹？好嘞。身高刺激你的真相两分析，我唔爱低头，从此以后点点迷失放下去，拜拜，讲谁妹？
的自由。拜拜，讲讲谁我要不要离开，请你给乖乖拍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哦拜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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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讲刘老师真的很会剽窃人家的歌。条条歌充马口。对，是像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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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你讲 bad boy 哦 ？Bad boy。Bad boy， 哎，恭喜擂台吹。好嘞。好，下落去请嘛下一题哦，下一题係法語歌。法語歌，好來。法語歌誒。來。我已經期待和你。我走，和你下去。如地对我的天条，我对起你多深，都到长大知道。呢度叫做在唱的哦。哇！三公。天哪，他有 Billie Holiday 的声音哎。Billie Holiday。人想知道你，你的手牵着左边着。哎，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。什么歌？马该歌哎。如果可以。如果可以。如果可以。唔讲嘿。韦礼安的。如果可以，韦礼安的如果可以。哦。是真的韦礼安。有啊，他们那一句让你有这种灵感。我刚唱的那一段，我就是接他下去唱的。哦，真的。你有这种灵感就对了。我们现场有像韦礼安的。罗哥。韦礼安。韦礼安老30岁的。喂。不在，我在拍电影。OK 好。恭喜擂台吹，他对了。哎呦，厉害呢。懂厉害呢。两堂的出来。哦。那我对今天是观赛。其实他刚刚也有1-2句有唱对，尤其也有冲冲啦，而且他们这队还有 DJ 耶，没有哲伟哥在，好像另外一个花瓶就是对啊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好像坐在后面那里。对啊，是不是听不清楚？那个位置听得到吗？有点远。这个时间应该还是你最清醒的时候。对啊，对，9点到我现在是7点到9点。你现在7点到9点，那是黄金时段呢。哦，那时候吃饱饭饱来呆。哦，这个吃饱饭饱来呆是不是？对。哦，现在刚好是这个时段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大概看他的唱一条，如果可以。哦，如果可以，看他的唱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挥动到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。谢谢。他声音是好高哦，给他嗓音哦，就不是一般人呐。嘿，一般人可能就顶多到1点收已经算不得了了，他是到已经。他是10音吗？7还是兜了？真的哦，所以他是韦礼安呢。对啊，难怪现在红到这样，真的是。而且还可以当韦礼安的嘉宾。谁？我啊？哦，我上次去唱那个台语版的。哦。他特别请我去唱那。他有帮你降 key 吗？有降4个 key。好诚实，太诚实了吧？就是4个 key，就是4个半 key，4个半音啊，就2个全音啊。哦，2个全音也蛮多的啊。他还配合我唱降2个全音呢。对啊。说不定他早就想降了，就是托你的福，他可以唱2 key 唱。哎嘛，哦，2个单元就结束了哦，是吗？小兰，小兰，那是谁？哎，今每表现都清好呢，两份拿下来，那汤都是义工弄，我上我妈会讲法。哎呦，真的哦，我妈会讲法唔会啦，唔会有2种事情发生。专一啊，你专一你就跟人家老公就在玩这种情趣啊，你就带音乐。猜我说什么？猜我唱什么？然后然后你老公就抢答。嘿，还有个切接上好夹的。
这叫送寒。哎，很麻烦，这叫什么？很麻烦，太麻烦了呀！不需要这些前面的有的没的。好了，有的单元，然后单元结束了哦，分數統計出來咧，腦一吹4分，擂台吹4分。有2分咧。哦，上面10分。哎呀，兩吹全部都係14分。啊，恭喜恭喜哈！哎，安陽就會進行下一個單元咧。好，謝謝哈，謝謝小蘭哈。好了，進行下一個單元來。來喲。答錯了。還需要再聽一次嗎？差一點點。我給他2選1耶。對啊，佳琪生氣。羅哥，小蘭姐說她想答。好，唱歌，下一條歌誒。金光戀情。重音。金光燈紅亮黑亮，東方夜來唱起來。小蘭姐，沒有你的事，你做好了。小蘭姐休息。好了啊，鬧嘢團歌王啊，鬧嘢團歌猜歌王，兩個單元要搶人嚟嘅，我吹欣賞來出題。因為太晚了，怕他們睡着了，這派點事情給他們做。睇起來糖豆哈，啲豆喺馬街台灣時間就是在搶他嚟，跳啊跳用哈，搶答知道嗎？來文哲。哎呀，懂難了。啊，這個玩過啊，以前玩過啊，高歌啊，有高歌呀，難度不高，沒有，對，看老師的良心，哎，對，還要有一點點想象力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好，下來，哎，金行第一題，喺行業各位搶鍵盤老師有2位，還有鍵盤老師是哪一位？很賤的鍵盤老師。哦，就是啊，對不起，後面那位是音效師，鍵盤老師，小江老師搶出題，簡單的，簡單的要聽清楚嘍。行一個，嘿，哎呦，來文哲，哎呀，馬家哥1、2、3，石板模。哎，老師，你那個太放水了啦！簡單哦，太第一題先過水，送分。對啊，嘿，好，恭喜鬧嘢吹答對嘞！好的，來唱2條歌誒，來唱一下，來跳歌來唱一下哈。樹啊，無啊伊啊食，無到阿姐頭上面哎呦，阿姐頭上桂花香哦，車嘅人嚟看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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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車嘅人嚟看，哎呦呦的呦。哇，小蘭姐的演技可以落講落嚟啊！對呀。T P A 唱2條歌有些什麼暗示？是扮模。哎，那後代。哎呀，哦。會走唔到。哎，老公快目不轉睛哎。真的，老公太愛她了。真的。是。哎，永永遠鬧嘢水他對了啊。好了，下來經常聽一題，好老哥哎，搶人哋嘅傑克玉老師。傑克玉。為什麼要傑克玉？因為。好老狗哎哦！對呀，好老狗哎，老師也蠻會誤導別人的。對呀。嘿。有點像那個呂方那一首，有沒有？哎，哪一首？對啊，什麼老朋友、好朋友。老朋友還是好朋友？對啊。對啊，我覺得。真的嗎？再一次。老台語歌啊，老情歌啦。台語歌唱多呀。台語歌，小情歌。好老狗哎！好，我們請我們的寶玉老師給我挨一把。好來。他們不一定會照原本的速度啊。茫到心根，茫到生根，這麼簡單，茫到心根。可是他已經粘起來了，他當然不會隨便讓你聽出來啊。粘起來呢，就是要粘起來，故意讓你粘起來。老師你好壞啊！節奏拉你就猜對了。
对不对？啊，人家朱鹏君就听得出来。而且我还一直阻止他说不是。我说你帮我到深耕。哎，你们赖文竹跟吕伟伦以后分开2队，用吹用二胡拉起来，真的很像那种，就是有点中国风哦。对啊，我只想唱一条丝哎，我们杰克玉老师也学坏了，一条丝哎，他刚刚节奏有那个前面比较快，后面有回到正常一点。一条丝啊，你光没唱出来哎。竹本运动厉害呢，哎，你也听不少歌哎，他蛮让我意外。那这首歌就交给你来主唱了，自己收了，帮帮告情歌。风吹过来，痴情苦恋的无奈，辜负一丛有情意的花蕊。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答着你这款的对待。大家一起来。情茫茫茫到心机，醒来看无你心味，含我伤好也替你哭归暝。情茫茫茫到心机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条歌诶，准音准都按用那个。好了，容易闹演出他对恭喜！好来，3来。这场第3题黑行二歌诶，有请贝斯老师娜娜。哇，贝斯老师哦。行二。开始了。哎呀，很事情。很像啊。有知道吗？哎呀，来问重点哦，有猜出来啊！终于不是观众了。对啊。将对，我绝对不是。台风，你够唱，老师，鼓手老师，你不要跟，你让那个娜娜老师弹一下，你再唱一下。好，来。对，再一次。你唱啊。可以耶，好像有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太容易被他说服？他凯歌唱腔，你就觉得对，完全听不出来。唱不出来吗？两不会难吗？听不出来。这一段贝斯 solo 非常有名哎，真的。猜唱你国外底部就非常有名，真的啊。哦，跟管路一样，这样很有名。对啊，很有名啊。底跟旋律就是唱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贝斯。哦，所以不是歌哦，不是歌词。来，再一次，来，够一百。哎。来，擂台吹，杨先生。把灯关上，他一直跟我 funky。把灯关上，还是 funky， 来瞧一个。马哥，哎，马哥 ，Hello， 你嘅，哪一个各位？来确定一个，来，来5、4、3，童话放课，童话放课。童话放课，你代表擂台队要回答这个答案是不是？童话放课，童话不用了，好了，恭喜你，答错了。还需要再听一次吗？差一点点。我给他2选1耶。对啊。我给他2选1耶。佳琪生气。罗哥，小兰姐说她想答。好，呛讲那一条歌哎。金光恋情。丑一。小兰姐，没有你的事，你做好了。小兰姐休息了，接下来都没有你的事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好了，没有机会了。老婆掉退啦。好了，好了，刚刚那段贝斯是 solo。
好来，都没有人答对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空阿就唱一条歌，好来，好来，来。一直來見思念，而家無終言聽，向白個浪，愛走出歌，愛唱上浪一個。And never see you again。一定要这样。And never see you again。对。Never see you again。这样才有味道的啊！好了，那就没有答对啦。哎，梦莹他对了哦。好了，下一首。金行他一提，哎呦，不得了。这个要用鼓哦。来，法语各位法语哦。好来，壮壮老师。那个壮壮老师，鼓手老师。鼓这个怎么听啊？有提示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华语歌。不要再想你。浪人情歌。浪人情歌不是这个节奏吧？不是。你听完，老师叫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来，放回去，不用转移。你听完。对不起。陈伟儒。好来，那我们旁边一点来，要壮老师来。现在是又从头了。哎，听完会不会到？对啊。有哎，俩正经的法语的呢。懂数两条狗一张底呢。几张底都有一个节奏嘅编法。华语歌。法语歌哎，其实两条狗会轻缝。会。华语歌前面是 slow rock， 后面转 soul。老师讲这么专业的事情，你觉得他们懂吗？而且这个参赛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哦。法语哦。哎呀。黑一铺，给你们点小小提示，黑一铺天样主题曲。女生唱的。谁摸得冲哎？好吧。歌手名字2个字。500。投出来，按勇来公布了哦。吃宽啊嘛，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老师都弹出来了，一毛。西大师，嘿，来西大师。回忆国不是啊。先不了情。他对了。浪人情歌。哦，真的，他前面是 slow rock， 然后后面边奏手。前面是 soul， 后面前面是 slow rock， 前面 slow rock， 后面变 soul， 厉害。哦，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啦。对，对啊。我们小康老师难得展现他的专业，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啦。这个我们这种外行人真的。哎，安勇就 Q 他来唱2条歌，亲不了情了哈，他给 Q 他唱。如何厮守到老？怎样面对一切？我不知道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。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了？今夜的你太明了，越难了，心难了。接着下来少了来提黑汉语歌的有请吉他老师。吉他老师来，塞，先呢。老先呢。哎呦，强！哎呦，来，好不容易答对。哎，有没有起价有上音？马来狗哎，自由。对，老师你会不会弹得太好？嘉琪的歌嘛。老师你会不会跟 Program 弹得太像了？太像了，老师。而且老师你还有带歌手的声音哎，好棒。对啊。啊？应该是自由呀。是嘉琪的歌嘛？自由米莎莎的专业。对啊。恭喜他对嘞。看到一分。
他敢听我来唱一条歌来。自由。永不爱意，爱讲不怕，你的路如何回应？台风的时间，天风过明，凉风的时间。就转来看你。跟吉他很像，是老师弹的，对啊，是就是老师录的。我也不知道。你在兴奋什么？曾伟如现在不想回答你问题。不是那个吉他琴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都是 Taylor 都是贵的嘿 Taylor 没错，所以弹出来的音色都一样。Taylor 高级的吗？高级 Taylor， 高级 Taylor， 不是随便 Taylor。通告艺人学会。对，一支没有几十万，我们可以上去。对，好了，下一首了。用力推出他对了哈，杀了金行海铁法尼狗哎，有请我们的小康 keyboard 老师有请。不要被音色误导。来，用心良苦。哎呦，厉害嘞！你看这种人，他马上被音色误导。哟，中国风，对呀，中国风，他有去中国发展啊，对呀。我中国风怎么了吗？对呀，我换个音色弹不行吗？哎呀，太厉害了！用心良苦着你，对。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永毅他对嘞，好了，恭喜你啊！用他的唱一条用心良苦小杨桃，好来，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。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还错放你的手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像杨桃。好啦，恭喜擂台水得到一分喽！对，恭喜啊！杀了金啊，汉一体黑行你各位有请哎。我们高级的吉他老师，吉他老师来，老师要用他高级的 Taylor 弹的，来，喊你各位。哇，好美的旋律。哎，你喊你有2种各位吗？安后堂。天哪！哇！听到重点了，糖豆充电了哦。是吧？张宗英，仲总英，李比伦，仲总英哦，因为你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小康老师最爱。你们这一队的都守不住嘴巴哎。掌中就硬了啊。对 ，OK。哇，我们老师弹得好好听哦，真的好美哦，完全没空用哎，但是我没有说对。啊？不是吗？他对了。好了，他来，他来唱，好来。2条歌哎。不让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奈你心动意，永远在你心中留下伊。假使有轮回，不让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爱心动意，发在你心中的影，永远在来生相依。好听。对啊。对呀，哎，我们这种
特别企划才就会听到这种很多这种经典歌曲。嘿啊，下一首，嘿，莫强勇的欣赏类表现。对啊，下一首也是经典歌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亲民一条狗嘞。好，来，贝斯老师，把握一下，好老狗哎。哎，每一个老师都表现了，就只有阿凯老师没有哈。没有，他是音效师啊。哦，他音效，所以不用。啊，答对答错都是他。答对答错按铃的都是他。好，来，那请我们贝斯老师，娜娜，好来。贝斯老师，好老狗哎。好老狗。哎呦，不是你离开位置嘞。哎呀，你总算派上用场了。等一下，马该狗哎，马该狗哎，对，你说。无阿宝亚加去，哎耶，无阿宝亚加去，答对嘞！向我来冲两条歌哎！算甘你，多种去你哦，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天气。尤其是小姑娘，心内是真欢喜，心内是真生气哦。比波错乱爱情算甘甜，多种去你哦，那听一句我爱你，满面是红天气。刚刚前面是谁唱的？我们就不是音乐人，我们通通抓不到 key。对啊，刚前面声音是谁唱的？啊？我唱哎。所以刚刚你完全没在 key 上啊。完全没在 key 上。可能太嗨了。对啊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哎，有点像在 KTV。对啊，好棒哦！就是每次都要找喇叭在哪里？听一下 key 在哪？忘记戴耳机了。哇，太厉害，太棒了！哇，今天3个单元已经玩完了。统计出来了，南野吹17分，擂台吹18分，有。清明一些，同乐。对呀，喊做的准他个腔啊同乐，哎呀，希望明年锵锵，哎呀，都腔啊的同乐乐啊嘞，闹闹热热，欢欢喜喜的过新年啊，对呀，马年啊，哎，今日真的同欢喜啦。哎呀，清明一日的哈，清明一个，没清明一日啦，清明一个礼拜，清明一日17号，腔啊同闹热，他意思应该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就是开运鉴定团。那还没过年嘿，过年就会有俩当然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做的真的顺顺利利啊，顺风顺水，平安健康啊，太赚钱太发财啦哈！这个是好通过的，结果来报名。打电话来96667626年来报名哦。哎呦，祝福大家马到成功哦！多谢大家曙光，也谢谢各位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奖品回头去哦，这个奖品100元哦。对。什么小江老师啊，永哥最欣赏，辛苦嘞，新年快乐。什么李天成的观众也辛苦嘞，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啊，祝福大家好不好哈？大家都顺利 ，OK， 成功，马到成功。